呢啲失乸西鳩撚嚟，識自己分裂，一隻變兩隻，兩隻變四隻，唔使幾耐，成屋都係防彈玻璃都頂唔住，爆閪咗。好快就連基地隻大門都谷爛埋，出邊嘅坦克、飛彈、高射炮對佢一啲用都冇。班閪佬全軍覆沒，啲失乸掂親都有罪。一架大貨車眨下眼就食晒，仲快過雞屙尿。到底係咩咁閪得人驚？就喺冇幾耐之前，老美太空總署監測到不明物體要撞擊地球，現場有各行各業嘅專家，冚唪唥廢嘅，冇一個做到嘢，預計會喺曼哈頓降落，到時會有800萬人瀨嘢，已經冇時間撤離啦，仲有78分鐘就到位。佢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等死，班狗閪專家全部趕去曼哈頓。好快不明物體嚟啦，行眼都閪咁，就喺中央公園降落，現場好多人走唔切，瀨晒嘢，一陣間就冇咗動靜，開始以為撲街冚家鏟，依家睇冇咁大鑊，班專家去 𥄫 下，係一個好撚大嘅球體，入面好似有嘢喐緊，好快特種兵啊、差佬嗰啲嚟啦，個個都 𥄫 住個球體。突然有個人行咗出嚟，唔知邊個柒頭開槍打中佢，跟住有個更大隻嘅人行出嚟，呢個好似不黏窩材質嘅人好巴閉，全部電子設備用唔到，佢仲識發出聲波，巴閪佬個個都攣低咗。不黏窩噏咗幾句雞腸之後，成個人凍喺度喐都唔喐，啲電子設備即時恢復正常，跟住將中槍條友拖入手術室，陳主任親自操刀切開啲皮，攞咗粒彈頭出嚟，一陣間隻嘢自己甩晒皮，個樣同人冇乜分別，唔知過咗幾耐佢變咗個麻甩佬，仲識講雞腸。同時因為不明物體降落，出邊亂閪晒龍，股市跌到落谷底，曼哈頓嘅市民走夾唔唞，實驗室叫咗更多嘅專家過嚟。隻閪佬嘅 DNA 好特別，但肯定係人類，依家先知佢叫番鴨。隻閪佬仲未好適應呢個身體。國防部長肥婆蓮問佢嚟搞乜鳩，關你閪事？見佢咁老閪，肥婆蓮諗住麻醉佢，轉移去第度，順便審下佢。班癲佬個個揈晒頭，出邊亂到閪咁，再唔搞清楚就死得人多。Dorina話等佢嚟，隻閪婆呃鳩肥婆蓮，諗住用葡萄糖過骨，點知有隻柒頭已經準備好敵敵畏。不過 Dorina 都係攞咗支葡萄糖，肥婆蓮開明車馬要帶走番鴨，番鴨屌都唔屌佢，你算條撚啊！你老閪，佢即時叫 Dorina 做嘢，隻閪婆早就換咗葡萄糖，吉針嗰陣叫番鴨走佬，跟住佢俾軍佬拉走，番鴨冇出聲，帶咗去間地下室，有隻柒頭用測謊儀問佢嘢，都係啲基本問題。番鴨話最好放佢走，隻柒頭唔屌佢，突然測謊儀出問題，電到隻柒頭閪咁。呢次輪到番鴨話事，咪閪都爆晒出嚟，佢可以通過攝像頭睇到其他人，跟住發出聲波，一個二個攬住個頭攣低咗。番鴨換咗套老西搭電梯走，肥婆連騰晒雞，唔可以俾人知道佢走咗。一陣間番鴨嚟到車站，攞咗塊三文治醫肚餓，突然覺得唔妥，個心口有血跡，額頭飆晒汗，好快就攣低咗。跟住有人打俾 Dorina 叫佢去車站，隻閪婆接咗人就走。另一邊軍方派無人機喐柒不黏窩，諗下好啦，發射嘅導彈都未埋身就射爆咗，任務衰咗仲想走佬，點知兩隻無人機都蝕閪埋。呢個時候番鴨幾個嚟到麥當勞，有兩個閪佬嚟咗，識講國語嘅，兩條友用普通話溝通。番鴨呢次嚟係搞掂地球人，佢準備啟動程序，同時軍佬將不黏窩打包好，諗住帶翻基地研究。另外警方查到係 Dorina 救咗番鴨，佢哋喺樹林停低，番鴨行咗入去 ，Dorina 都跟埋尾。水塘有個球體升起，番鴨隻手撳咗落去，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呢種球體，跟住其他嘅球體冚唪唥飛起，除咗中央公園嗰個，呢啲都係番鴨做嘅。地球就嚟毀滅啦，就因為人類亂柒咁嚟，想拯救地球就要殺咗人類，毀滅人類嘅程序已經啟動。冇諗到有條差佬揾到佢哋，番鴨攞架車炒低佢，跟住又復活咗條撚友。Dorina 唔想死，帶佢去揾老坑傾，隻閪佬攞個諾貝爾獎好閪巴閉。黑仔達得閒到拗春睇緊電視，出邊立立亂，佢見到番鴨俾人通緝，隻閪佬仲同老坑吹緊，突然見到幾架直升機嚟緊，落雨濕濕都要走，原嚟係黑仔達報串，佢想番鴨死，冇諗到 Dorina 俾軍佬捉咗，剩低兩架想殺咗番鴨，點知佢發出聲波，兩架直升機炒埋一碟跌咗落嚟，黑仔達知錯啦，佢想翻屋企。另一邊班軍佬將不黏窩拉翻基地，佢哋用鑽石整嘅鑽頭都鑽唔入，冇諗到有啲失乸自己分裂，個後生仔發現鑽頭溶咗，屌唔過佢諗住走佬，但係隻衫袖都舐咗嘢，閹雞老閪都唔俾佢出嚟，隻柒頭仲想繼續鑽，一陣間後生仔就係咁抵啦。同時個固定架溶緊，防彈玻璃都有裂痕，閹雞即時放火燒鳩不黏窩，點知一啲用都冇，不黏窩仲變成好多失乸，閹雞嚇到飆尿冇鞋玩劇走，但係實驗室已經封閉咗，大家一鑊熟啦。啱講完失乸就衝咗出嚟，好快就連基地大門都頂唔住，班軍佬乜閪辦法都試過，就係冇辦法。肥婆連收到風，全軍覆沒，依家飛去世界各地，啲失乸好閪勁，掂到都死，直頭渣都冇。隻閪婆知驚啦，叫 Dorina 同番鴨針下，佢同大傻一齊去。
去，黑仔達打俾佢約好地方見面，好快佢哋就到位啦。隻閪仔想番鴨幫手復活佢老豆，對唔起住做唔到。一陣間朵蓮娜兩個都到咗，番鴨覺得人類仲有得救，不過佢都唔知阻唔阻到啲虱乸，點都要試下。佢哋即時趕翻曼哈頓，啲虱乸先唔理咁多，去到邊食到邊，一個足球場眨下眼就冇閪晒。大傻抌盡油趕過去，點知前邊有軍佬切卡，番鴨叫佢衝過去話知佢含撚吹簫。佢哋趕到公園，啱好有戰機攻擊球體，炸到成架車反轉，係肥婆連落嘅命令。大傻唔好彩當場釘咗，番鴨乜事都冇。不過朵蓮娜兩個舐咗嘢，啲虱乸入咗個身，好快就會釘蓋。番鴨將啲虱乸過落自己度，佢哋冇嘢啦。跟住好閪辛苦接近個球體，隻手掂到嗰一刻，成個人消失咗。下一秒啲虱乸跌晒落嚟，冚世界停電。第二日全部恢復正常，最後球體飛咗上天，人類唔使死啊！